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鋪租賃數據同矚目成交。10月份商鋪租賃宗數約247宗，按月下跌17.67%，按年下跌23.53%。10月份商鋪租賃成交金額約2361萬，按月下跌11.76%，按年下跌23.59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我哋再睇下10月份5大租賃市場矚目成交。第5位，旺角彌敦道好望角大廈地下614B 號鋪，面積約196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0萬，尺租約204元，新租客係龍豐集團。第4位，尖沙咀天文台道8號21樓，面積大約13,646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3萬8千，尺租約32元。第3位，元朗金朗大廈地下1至2號鋪及1樓至2樓，面積約17,6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50萬，尺租約28元，新租客係老人院。第2位，中環皇后大道中嘉軒廣場4樓，面積大約13,721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59萬，尺租約43元。第1位，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 G38D 鋪，面積大約1萬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200萬，尺租約200元，新租客係周大福。想知道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歡迎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商鋪部。